係聖士提反利中學附屬小學五丁班嘅魚片啊！我今日會介紹一個故事，就係草船借箭，我扮演諸葛亮。有一日咧，諸葛亮嚟到吳國咧，想游說孫權喎，希望佢能夠同劉備聯合起嚟對付曹操。咁但係咧，周瑜就好妒忌阿諸葛亮嘅。咁周瑜咧就出咗個難題俾諸葛亮喎，你可唔可以喺10日之內做到10萬支箭啊10日太長啦，3日可以做到啦。喂，諸葛亮，阿周瑜叫你整10萬支箭，你話3日入邊就可以整好，你又冇材料，你點整啊？你可唔可以咧借20艘船俾我用啊？可以啊。整咗好多個稻草人喺架船上面，曹操應該會以為有好多人走住射箭俾曹操㗎。好多個稻草人去喺架船上邊，咁仲唔到人曹操。喺第3日嘅晚上，一個煙霧瀰漫嘅晚上，諸葛亮就叫咗啲人咧，將20條小船連埋一齊，就駛去曹操嘅陣地。曹操就以為好多人去攻擊佢啊！跟住，因為好忙嘅原因，所以咧佢哋就只係派弓箭手係咁射箭。跟住喺好快嘅時候，佢嗰20艘船就已經裝滿咗10萬支箭啦。10萬支箭啫嘛，呢個超簡單啊！The end。